好，hello 咁多位大家好，歡迎大家翻到嚟講足趣聞。今日係25年嘅6月12號啊。好啦，咁啊，其實咧，呢條片都算出嚟有少少遲噶啦。咁因為好多人講呢場波嘅時候咧，其實就係即日講或者第二日就已經講啦。咁但係我係喺咧佢哋打完之後嘅第3日我先講嘅，係啦。咁因為咁我咧其實就自己都有入場睇波啦。咁都見證到啟德新場館接近5萬人啦。咁嗰陣時雖然話賣到5萬張飛，但係實際入場人數咧，其實就只係得42,570人啫。咁不過但係呢個數據啦，亦都係已經多過咧香港而家第2大球場香港大球場嘅總入場人數啦，可以係啦。咁當然啦，非常之壯觀啦！佢哋亦都喺開賽嘅時候咁啊，香港足總咧就送咗俾球迷一份入伙禮物，就係一張巨型 T 服。咁就由香港球迷區嗰邊就一齊合力托起張 T 服啦，然後就展示咗大概數分鐘，咁就收翻起佢咁樣啦。咁呢張 T 服亦都有好震貼力十足啦，亦都好靚嘅，係啦。好啦，咁啊講完少嘢之後咧，就我哋準備入住正題啦。咁啊，香港隊咧喺啟德新場館咧就係以1-0戰勝咗咧係印度嘅，係啦。咁就學劉順文咁講啦，就話啦，咁啊上一次香港隊贏印度咧，即係2010年嘅時候，咁啊李海強嗰個時代啦。咁嗰陣時咧，咁啊係啦，咁啊香港隊贏印度啦。而家咧係一蘇15年之癢啦，係啦。好，咁首先咧講話先啦。其實我心水咧嘅 MVP 咧並唔係臨尾12碼絕殺嘅皮棒，咁當然啦，佢絕對都係球迷心中嘅 MVP。咁我心中嘅 MVP 就有2個嘅皮棒啦，同埋咧喺封面入邊最右邊嘅香港隊嘅門將葉鴻輝。喺我喺現場睇場比賽嘅時候，都真係見證到嗱，葉鴻輝咧佢嘅撲救能力咧，佢係點樣迎接印度隊射嗰啲波、嗰啲頭槌啊嘅嗰啲波。如果香港隊即係可能你話出謝家榮、出伍偉謙呢啲球員嘅話，我覺得可能真係冇乜呢啲技術，就真係唔似大哥葉鴻輝咁樣可以人哋可能個高波佢都可以撲救咁樣。咁然後所以啦，其實葉鴻輝喺今場比賽都扮演咗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啦。咁然後啦，睇翻封面啦，球迷一眾咧人咧就向米高、肥棒同埋西木道歉啦，因為咧呢3個人咧都係喺今場嘅勝仗入邊咧，亦都係好重要嘅人啦。米高啦就成功咧係可以搶到點啦，令到對面咧印度嘅守門員幾乎咧就一拳咧就係中落去到啦，喺禁區入邊博得12碼，呢個就係米高啦。然後主射嘅肥棒亦都係射入啦，咁不過就好似爭少少嘅技術啦，就撞內柱，然後撞入，不過都係好過冇，絕對有入波。咁喺主場館全取3分，當然最功不可沒嘅絕對就係非香港嘅主教練韋斯活莫屬啦。好嗱，咁然後咧咁講翻啦，其實好似咧香港隊咧真係一個專生產勁嘅後防嘅球員，即係佢哋嗰啲左閘右閘，真係香港隊嘅閘位球員係好勁嘅。發現即係而家近嘅年代就係右孫左瑜，咁就係話右就孫銘謙，唔係左就孫銘謙啦，右就余子南啦。呢個組合咧，大家都已經成日都見㗎啦。咁就呢個組合咧，亦都係香港隊入邊嘅右翼左翼嘅主力，係啦。咁然後啦，全場比賽入邊咧，咁仲有啲球員都係佢哋都係即係發揮得幾好啦。咁即係例如有祖連奴啦，咁或者係鍾樂安呢啲球員一直喺祖連奴喺前場啦，鍾樂安就喺後場一直做住一個防守角色咁樣啦。咁當然包括就仲有後備上陣嘅，例如係艾華啊，例如吳宇希啊、劉家喬啊。咁不過劉家喬就最尾嗰幾分鐘，即係人哋準備42碼佢先入嚟，咁所以劉家喬就見到其實個發揮就冇乜太大嘅，係啦。咁當香港嘅球迷以為80幾分鐘咯喎，呢場波其實和波嘅機率都幾大嘅時候咧，咁竟然喺臨尾咧就西個12碼係直接翻盤。唔使拎1分啦，唔使俾1分人哋啦，直接自己將3分全部袋晒入袋。呢樣嘢絕對係香港隊球迷入邊最
開心嘅一樣嘢啦。咁喺啟德呢個場入邊咧，咁當日係閂埋天幕嘅，開埋冷氣添。可能係因為開咗冷氣凍親啲印度佬啦，所以令到印度隊發揮不佳啦。就係咁樣啦。呢個我自己估嘅啫。咁當日啦，香港隊嗌住佢哋嘅口號 We are Hong Kong， 香港隊勁抽，呢啲亦都係當日咧令到我最難忘啊！咁香港隊近排嘅其實近年嚟咧，佢哋嘅打氣文化係有增無減啦。咁順帶都講一講翻我入到去啟德新場館嘅感受啦。講真咧，其實個球場有少少似拜仁慕尼黑嘅主場安聯球場嘅。咁如果佢但係咧，我哋散場嘅時候，咁佢就冇開到燈啦。如果開埋燈嘅就更加似安聯球場。其實咁嗰陣時，佢哋嘅入邊嘅飲食啦，啲 souvenir 嘅購買都好方便啦，係啦。咁所以咧呢個新場館咧，絕對體驗就係正啦，同埋香港嘅球迷亦都非常之熱情。咁今次嘅睇波嘅體驗絕對係物超所值啊！好啦，今集嘅港足趣聞就嚟到呢度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